Hello。威哥，早晨，家全兄，早晨喎，喺度做咩啊？眼望望咁喺度上水玩上下梯啊！石排灣呢度個新公園開咗啊嘛，我咪過嚟睇下咯。呢個公園其實開咗以嚟咧，都深受石排灣嘅居民歡迎嘅。晚晚咧，晏晝放學，尤其是放學，星期六日咧都滿晒人嘅。我見家全同我都經常喺呢度去聽下啲市民意見咧。最近有冇收集啲咩意見啊？梗係有啦！嗱，不如大家望一望呢棵樹啊！其實種樹係非常之好嘅，呢度呢兩棵樹非常之好啦。但係咧有好多家長反映咧，因為呢個兒童遊樂區啊，可能個空間咧就比較細啦。咁呢個地域限制冇辦法，可唔可以呢兩棵樹將佢移翻去側邊咧？咁呢一度令到個空間大啲，俾啲小朋友喺度跑咧都可以放鬆啲啊。因為喺個公園裏邊咧，小朋友其實好多跑動。我覺得一嚟咧就容易撞到啦，二嚟亦都好似家全你話自己，喂呢度呢啲咁嘅植物咧就好容易有啲狗隻中意去聚集。誒點解咁講咧？便溺啊嘛！哦，即係呢度其實都唔可以俾狗隻嚟便溺嘅，唔可以嘅。咁亦都咧，其實喺後邊咧有一個專係愛嚟棄置狗隻便溺物嘅，即係棄置垃圾桶，咁佢係專用嘅。咁所以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呢度咧多啲宣傳啦。就係狗隻嘅話咧，其實佢有專用嘅棄置啦，同埋專係俾狗隻活動嘅地方。咁呢度咧盡量保持環境清潔衞生。阿威哥，咁蘭河嗰度有啲咩高見咧？咁啊，因為咧呢個公園咧，其實普遍都係12歲以下小朋友玩嘅。咁所以咧呢個扶手嘅話咧，其實對於啲長者或者你同我啊，咁啊比較適合啊，高度比較高。咁但係如果對於小朋友嘅話咧，其實佢上學呢個樓梯係啦，可能要有適合少少，加多一重俾佢哋去扶手咯。咁同埋正話見到個指示牌咧，又好似低得滯喎。係，可能要咁樣先睇到咯。係啊，咁所以啲指示牌啊適當咁提高。即係譬如整翻喺高少少嘅指示牌當眼處咧，咁啊冇錯冇錯冇錯。今日同埋見到後邊咧有個水機，咁啊雖然而家圍住咗，咁咪日後咧如果能夠開放使用咧，對於喺呢度遊玩嘅小朋友同大人嚟講咧，亦都係比較方便嘅。咁我哋亦都係建議咧喺附近咧，街坊亦都有意見啦，希望揾個地方咧起個籃球架，就唔係籃球場喎。其實整幾個籃球架咧，令到呢度嘅小朋友咧，亦都可以有一個休憩活動嘅空間，係非常之好啦。同埋我哋亦都係收集咗意見，市民咧就好希望咧喺附近整翻個洗手間。咦？頭先你話去洗手間㗎？係啊，我正話去到嗰度咧，原本以前有個洗手間嘅，原來關閉咗。咁我希望佢其實可以快啲去使用啦。咁所以如果喺附近最近嘅位置咧，加翻洗手間嘅時候咧，咁令到市民同埋小朋友咧喺要去洗手間嘅時候，亦都係比較方便快捷㗎。